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勇 Sir。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筍盤，係位於嘉亨灣第3座中層嘅 A 室，屬於1129尺嘉亨灣最大嘅戶型間隔。請大家跟我嚟參觀一下。寬闊長方形嘅客飯廳，雖然做咗大型嘅儲物櫃，空間依然寬敞。全落地玻璃，景觀開揚，光線充足，連接住露台，可以享受呢個無敵嘅大海景。遠眺啟德體育園、郵輪碼頭、東九龍。如果大家揾緊九運嘅風水屋，呢一間就啱晒你啦！北面見水，旺足20年。水為財，做生意財源亨通，豬籠入水。呢個客廁設有浴室寶、浴缸，第一間睡房同樣面向維港，北面見水。由於住客啱啱搬出，準備裝修，所以有啲亂，但係間隔至正。你睇到呢一個主人房嘅景觀，享有無敵維港海景，仲有好高嘅私隱度。業主將呢個主人套房重新設計，企缸，裏面內有乾坤，改建咗一個小朋友嘅睡房，同樣享有無敵海景。走廊嘅另外一邊，呢一間睡房亦都係四四正正，面向太古城，可以望到小量維港嘅開揚景觀。大門口嘅玄關加設咗好多鞋櫃、飾櫃。廚房嘅位置都準備翻新嘅。工作露台同樣有海景，單位亦都設有工人套房，自己有洗手間、儲物。